佛说真相之道呀。有，有。一切诸法用无常者。一切诸法就无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永受生死。永受生死。以真相性，不有偏之处。以真相性，有不偏之。故我说相者。共我说相者。正是佛说真无常，真无常义。正是佛说真无常义。这句话伊才是讲出来啦，吼！伊讲，这个说法就是讲咱六祖规定，就大概说啊，我若是甲你讲，佛性也是一个常啦，吼，这个常，这个常条咯，这个常吼，这个常，咱直接讲，若依照咱这个环境常叫做不变嘛，吼，不变嘛，叫常而不变嘛，这个常不变，啊，常而不变的东西物件。常的不变是讲空嘛，常而不变就是讲空嘛。哦，但是因为无常，叫做哪？叫做变化嘛。变化是物件叫无常嘛，所以咱想讲叫变化无常嘛。啊，变化无常，伊就讲啥物件？伊是讲有嘛。啊，他听有啦吼。但是这个叫做空，这个叫做有。你今日这味常，这味常啦，按照就你也真空的内底，因为讲这个空性一样样嘛。你这个思想，你这个发菩提心，乃至于发菩提心，哦，会成就常啦吼。假使佛性是常啦，经什么说善恶诸法啦，乃至于中间，无一定好佛性。这个物件讲，如果若佛性一个常，加一个空的物件，经说什么样善恶诸法？善恶诸法对对来，善恶诸法是归思想来的。啊，你敢听？发菩提心嘛，是归思想来的，敢是？无发菩提心，哪有一个思想？当时啊，你今日你若惊一个常，你若惊一个卡，你若执一个卡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断常，叫做断常啦，断常。你今到执一个卡尔，你这个思想就无去啊，你的思想就无去啊啦。所以因那来讲。伊甲你讲哦，那天哦，佛性若常，经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于中间，无一个人会当无菩提心。啊，是无听话？你讲你执伫这个常内底，当中执伫这个卡面内底，你都无思想啊，你产生只石头尔，无思想产生石头尔。咱脑海当中，咱今日要做代志，你今日咱今日在咧听。你毋是完全无思想呢？咱有思想呢，毋是无呢？但是有可能思想内底，如果若就是无常，哦，这个无常就是变化无常。啊，若安尼当中后壁就要讲哦，或者是道说无常，哦，正是佛说叫做真常之道，迄个真常。知道真常，因为这个常啊无常的内底，常在无常中，啊无常在常中，空在有中，啊有在空中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空有不离。这空不离叫做真常，空有不离叫做真常啊！你常袂使离为真常。无常袂使离为常，哦，咱今日无常变化，你有这个变化，是啥物咧变化？是啥物咧变化？当然，你的变化是因为你的思想咧变化，但是你有本性你内底才有变化，有思想的变化，无你的本性内底才有思想变化。哦，所以因为这两个当中，哦，所以因为
甲做为灵是要破掉什么物件？要破掉迄个形象的迄个涅槃迄个相甲无相的相，甲破伊的相。所以呢，你若执为相嘛毋对，执为无相嘛毋对。所以因哪甲你讲？因讲道说无相，正是佛说。这个无相咧讲的是佛说，叫做真相之道。真相之道啦吼，一切诸法用无相者，即无要解有自性。用受生死，二真相性有不偏，而迄个真相性伊无偏离一切处。真相性就是讲，咱即个真相的本性无偏离这一个部分。我先来讲简单的，比如啦吼，你有一个思想，你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叫啥？叫真相，叫真相啊！你有一个相，叫一个无相，但是你这个自性叫做如如不动，但是你有一个相，有一个自性智慧，你有一个无相的智性。安尼，这个智慧，咱一般点解说叫相，这个智慧甲解说叫做啥？叫做无相，叫做分辨嘛，分辨嘛。但是我请问，你相甲无相，这个智慧甲知识是共一个物件，共这个物件，共这个物件分辨落来，共这个物件分辨落来。你无这个，你无智慧呢？而这个物件叫念叫做智性呢，叫做变化无常，这叫做变化。若安尼，这个内底有这个，这个内底有这个，爱讲听。这个内底有这个，这个内底有这个，你毋是讲执为常，你毋是执为无常，你毋是执为这物件。今日，后壁讲到八道啦，吼，有讲到凡夫的四道，讲到阿罗汉的四道，四道啊，颠倒的道啊，吼。是阿罗汉伊的四道就是即空嘛，阿罗汉的四道就是即空嘛，常寂无乐嘛，叫即空嘛，对无？但是呢，迄个什么人，伊这个阿罗汉叫做二圣人嘛，二圣人嘛。但是凡夫是执有嘛，凡夫是执有啊，实有啊，毋是凡夫执有嘛，一个叫做执空，一个执空，一个执有，那安尼这叫两边嘛，执空叫断面嘛，执边叫执断嘛，都执是一个物件嘛，所以你必须空有空，你必须这是一定要拍开去。你的空中有有，你有中有空。我即摆在做简单的比喻，咱这个手，这个手啦，这个叫做背面，这个叫做啥？对不对？有两面对不对？这个手有离开手，我无离开，这叫做自性。比如啦，叫做自性啦，这咱讲叫做相啦，这边叫做无相啦，安尼嘛。但是我这物对无？毋对啊！你家即个空啊，你家即个相嘛毋对啊，因为这是一支，毋是两支啊，是一体两面啊。安听有无？日头啊吼，迄个日头，咱叫做哪？咱叫真相，正常啊吼，真相。但是有一个暗。黑暗有一个暗，有一个光，这个光叫做相，这个暗叫做无相。安尼听有无？这个叫做真相，这个叫做相，这个叫做无相。所以呢，因为平常就是讲，当
时当中，因为不断的讲叫做常的知识，啊，讲叫做无常，现在讲叫做无常，叫做一切善恶，因为无常，讲不实，你知影检讨来讲，伊即马咱六祖培养是咧看伊的七啦，所以伊现在甲讲起当中，因为伊六祖是讲到，因为这两个无离开这真常之道。无离开着知识，所以变成落离。咱即摆因为伊平常是落离这两个，落对迄个内底叫做对立法，这叫对立法。所以咱修着上吊就行啦，你去落离对立，怎过袂去？所以后壁讲啊，是分咧讲真常之道啊。又是诸法一切，真常之道啊。真常之道是讲到对这个来啊，你看这个啊，我咧讲真常之道内底啊，一切对一来，一切会归来一搭延伸了一切，那是一，它不是二。虽然有人，但是伊分类是一，它不是二。所以呢，因为咱经典当中呢，一切诸恶善恶。诸法来融入到一念法门的心，我说无常，我咧甲你讲的这个无常，因为你要发菩提心，你要有诸法，你若无迄个自识，因为是我甲你讲的这个无常，就是正是咧讲叫真常之道。我咧甲你讲无常，就是讲因为这两种的内底当中，你因为说即是常甲无常。因为这个无常的物件内底当中，你因为真常之道这物件走无了。所以伊讲有一切诸法用无常，即无要甲有自性。那他说一切诸法上内底当中，但无常的变化，但是即无要甲有自性。用受生死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二真正。这个叫做以真相性，不偏一处。这个真相就是，这个真相就是讲这个啥？这个是不偏一切处无偏离对一个所在日头，日乌啊，甲日时，日头敢有偏离乌啊面，敢有偏离迄日时？无啦，迄日头伊是只地球，而且公转，而且。转过好日头照着，叫做日时；无照着，叫做暗时；照着叫做日时。伊毋是即个话日头有偏离对一偏离伊咱是偏离日时的，无免啊。咱的自性就是因为你不懂有善恶分别这物件，这是因为甲功名叫做常啊无常这物件出来。其实就甲讲起来内底当中呢，因为。分别甲你讲，就是讲到对迄个上顶关迄个物件，所以咱讲自性，你正是相信不偏一切处，这个正是相信咱相信不变的自性，无偏离对一个所在。故我说上正，正是不说叫做真无常。迄个若真诶落了后，就无落去常甲无常去啊啦，他没有，伊就无分别。你真个物件就分一个物件，你思想上变不变尔，这个真个人就无分遐物件。我即摆来做就做简单的比喻啦吼，这个黄金，这个黄金啦吼，黄金伊的本质。叫做千种千种这黄金嘛但黄金的内底当中，一个叫做杂秒杂秒黄金嘛那杂秒内底当中，伊演化落来内底当中，有叫做手表啊、手表，拍手表啊，拍手环啦手环啦拍各种物件。不过呢，这就是一块黄金。这黄金，这就是伊的本质，敢是？但是黄金的本质，因为拍成手表环，这叫做变化。
金的变化，但是咱看到是这个变化，啊，两边手表啊，两边线，你甲这个手啊，这个线，但是这个手表的内底当中，手表形体对不对？但是伊的黄金的本质有变有无？伊手表有黄金，黄金有手表安尼，啊，敢听？伊手环内底有黄金，伊有千足黄金，伊有千足的本质的内底当中，伊有哪？伊是外口这个形体的变化。这个变化的物件是因人爱物件，我甲变化什物件？这叫做变化。哦，这种叫做变化，变化叫变化。哦，但是伊内底当中，这个环的内底当中有黄金，有黄金，有黄金，伊有那是千种。啊，这个黄金叫做常，啊，这个变化叫做无常。安听了吼，惊这个手环就有常甲无常啊啦。惊这个手表就有常甲无常啊啦，毋过咱叫，咱看到就是看手表，就是看手环，咱安看尔啦。因为你内底黄金内底当中有看黄金啊，就咱甲你讲一个，即个甲富咧，规咧，规个倒转来，即个千足的，安尼你甲学一个黄金啦，这个叫做真相之道啦。变化落来，你就回去啊，这是叫做积，叫做积。迄叫做颠啦，迄叫做颠，众生的颠倒啦，众生的颠倒，迄叫做颠啦。你看袂到迄个本质啊，就像我过去咧讲的，我过去是安尼讲的，好，我过去是安尼讲的，水的本质嘛，吼，叫做本质啦，吼。本质水嘛，但是水的落来当中，会咖啡，汽水，果汁，看一下，会安尼，这个水，这个水。咱叫做真相啦，真啊，真相啦，咱叫做真相，这就叫做真啊。但是到地落来，这叫做变化，这叫做变化。咖啡叫做变化，汽水叫做变化，果汁叫做变化。必然拢是水变化落来物件，变化茶，因为伊这是茶元素甲染落，所以伊搭变化叫做茶，咖啡元素甲染落，伊叫做咖啡，汽水元素甲染叫汽水，这叫做变化。但是咱人就去注意这四项啊，这叫做表象，表象。今日若有这个本质，甲染落。你要泡茶，跟他把你讲，你第迄三个煲都煲，看放煲比出来。咖啡你若咖啡豆加加，你落共看你加就是咖啡比出来的。汽水，迄色素，若无水咧，迄色素你看，果汁若无迄水咧，你搞有一个果汁。但是你会听好哦，这个茶来有啥物件？有啥物？有水，甲有茶。这些会晓，这个叫做变化，这叫做变化，这个叫做本质，这叫做本质。这个茶叶，咱知影，泡茶落去，因为无水的本质，伊泡茶落叫做变化，这个叫做常。这个叫做无常，安尼知影啦吼？有这个常甲无常甲合做伙，咱无通识透迄个真相吼，并无真相。你毋知讲，因为这地迄内底有水啊，你毋知讲咖啡内底有水啊，水就是本质啊，就是真
但是因为你甲抛出来物件就变化出来啊，变成咖啡出来啊。你的咖啡的物件拢甲配合你，所以第迄个物件这个咧，伊回归就是啥？真相之道。咱今日有一个真相的知识，已经在变，但是咱呢，受到一切凡事七情六欲证明啊，人影响，咱就变成袂记。咱家己毋知学咱家己怎袂记，毋知阮咧家己有一个真正如如不动，但是变化出来当中，拢是即么变化的物件。毋过呢，众生的是啥？就是因为咱，对咱讲不个思想就讲叫做啥？受者小，受者小，受者小，或者是受者小，这个叫执，咱叫做执，叫做执，哦，叫做执。啊，众生就是这受啊上执，啊，毋是叫做众生小，众生小，叫做哪？叫做梦想。哦，这种啊。道理化经为了这个当中来讲，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的相，但因梦想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因为你梦想执着了后，这个相甲无相就变落去啊，你就无法度找到伊的真相啊。就咱而家咧，啊，就上吊还无上吊，咱个时阵啊，一旁边就讲。啊，上就是实啊，啊无上就是善恶变化啊。善了你加分就倒变讲，即个个无上就是不善啊。啊，你上就是善恶变化，你分就倒转来，伊点啊两人倒转来，安尼就是可以啊。所以因咱尾来咱有讲一句话，众生的法道，众生的术道，上变无上，上常啊，即无常啊。上精不精变精啊，我就是无我真我啦，哦，乐就是苦真乐，这叫做众生的术道啦，四颠倒啦。啊，迄个未成人的四颠倒就是讲，哦，离无常变常，啊无乐变乐，哦，是了个无精变精，哦。常静无我变我，迄叫做阿罗汉，伊成人伊的情况。啊，所以这种叫做道，所以后壁内底当中有讲到讲四道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第一，不但来讲的当中，咱这个自性，哦，这个真常的自性，这是完全这个物件，伊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。这就是不偏一切处，就是讲，伊就是离迄个所在不变，但是落来就是叫做变。常甲无常，迄个对。但是常内底有无常，无常内底有常，安尼听有意思无？欲见诸常非常，欲见诸常叫做无常，欲见诸常非，欲见诸常非，欲见诸常非常，欲见诸常叫做无常。非常叫做常，而常甲无常的内底当中，会当看到即件如来叫做真相之道。这是人解释。我爱你啊，听嘞，我咧听我有听无？听到我人有啥啥？伊咧讲方法，这就是讲这物件。哦，咱一边咱有地位去啊，甲解释这物件。无解释这物件，你听我过来，我那听我人无正常的。是安尼，所以希望就是讲咱吼，哦，相信不可以接触，所以我当年我就是想，一定要把讲在倒转。你种是个起码我在讲你别起码法律上好像入理嘛，好像嘛，好像入理呀。这个上无破变的理，上甲无上无破变的正到真相。毋过因时阵啊，咱知影兴趣就是因为伊过去就是咧学的时候，就是执着，你无法度开发的知见啊。嘛，都伫咧执着迄上到不正常的物件，所以咱伊今仔日学到这个时阵，当咱请到合作的，啊，
那作为员当然嘛是当头放好啊，因为伊要甲这个破开，当然伊就看袂到迄个物件。所以心灵，你讲出来咱就知影，你为着喙对个所在，我要用什么物件，免甲你开始磨砺，免看你的相，免看你的迹象，那心灵能够，但是呢，咱呢，伊去甲讲一堆，咱嘛听毋捌。有经在咱讲不会，讲，如复杂。所以呢，这是咱无同真正清平甲真正，或者实力真正清清楚楚了问题。你若了解，或者实力，咱讲出来以后，伊问题出现这所在，你是怎样？真话，你是为车底盘，这车经伊做底盘部，这车问题出现这所在，伊车规律就怎样？你做营运的，这个营运发起了后。伊听声就讲，这个营运，这个营运难来啊！所以就说，处理对的说，咱必须知影。慢慢就得用甲电脑的经验，咱听就知影。因为伊针对迄个物件咧拔开100%对，你叫我听100遍我嘛听唔捌。敢是安尼？因为我都无专业，我都唔捌咧。我唔捌咧，咱甲你讲，伊这车配对的所在。就会底盘，因为伊就是个人讲啦，伊讲底盘对个所在，开的，这个车对个伊规规的，伊讲这车开对所在，伊是唔知影。若带伊使唔知影，伊30-40年咧修理价，嘛有无来，嘛袂当做头家，我讲是安尼。所以真正做头家，就是真正有专业，爱听无？要做一个法师嘛，爱伊真正有专业，无六祖为甲新秀。新手到手术啊，伊离新手较贵呢，你才唔知啊。新手都无得捌点话，伊就讲出来物件，自我摸索为止，该出身方面为止点，自身基为止为，伊就安尼甲讲啊。咱六祖会哩，咱六祖会哩安怎讲？自性无为，自性改，自性无起，自性为，自性无人，自性定。不清不究，兼自定，讲心其心的本三万。人讲迄到底，人就讲是重要的关系。伊新手，伊是讲袂着，这讲你一切法，做无做为止，讲着这表象的物件。自身方面为止，为止非，自身基为止定，伊个概念讲啥？人目做为人，人是讲就心的，自性无非，自性改，才就改。你心无非就改啊，改就对了。你心若无咱就定啊，你心若无起就飞啊，咁毋是安尼？你心若起，你当飞嘛无路用；你心若乱，定嘛无效。你的这个做，你若要学袂做，要改嘛无效。对，你心有世界。所以你心内当产生的力量，我对你控制这物件，好来改，好来定，好来飞。唔通买人有诶，不精不减自定功。不清不改是平讲啊，自性不精不减不敌不息不可不行，就讲自性嘛。心其心的本三万，因为伊骗一切处，离一切处，无互一切处的物件你了解，人直接无法对自性。所以同样今日去平常咧问这物件，六祖会了，对这文章看咧，伊离上甲无上的这当中无对啊。这本经讲是上帝会成啊，无上帝一切成啊，但是他讲是倒转来，一切这个无上就是会成啊，伊就倒转来，所以无怪了，形成多啥拢无啊，但是迄就是咱破他的相，破他的相，相不破，那就不迄个物件。无人一对面相应看我，应看我，说后面这段就是讲啦，后面这段。一个，我嘛就巴倒来，这是迄个好处的康法，是阿罗汉，伊成立的速见道，甲反复的速见道，这就是讲遐物件，是安尼啦，所以呢，伊哋今日已经时间也唔够，咱时间够好，望继续谈落去，然后讲啊。听有所在啦，大家思虑当做来
有阵时一项物件啦吼，要讲到虽然安尼讲啦吼，啊要讲一项听较清楚，就对咱来较先教，无遐简单。咱先讲吼，迄个较早的时阵啊，迄个做，迄个啥物啊？迄个做586个运转，咱用民业务实行用遵守不流程，完成应数那加给。阮遐有者吼，有一个条走咧问我，有者这公标呢586个运转按用民业务实行用遵守不流程啊，这总过来怎我在听无？咱要讲一遍互我听。哦，安尼，哈，听一遍了听无？哦，安尼，啊，咱我等下讲，哦，有阵你讲你会足清楚啊，我就听。所以有阵时咱一个人用听着法向总袂起来，向上无，但是迄个物件有点加伊，迄个小可哦，再讲一下，伊的意向起来。哦，这就是伊法咧讲较大心法。毋是我讲你就听有，你若无家己动朋友，你是听无。你家己无动朋友，伊甲即个来甲第8批、第9批、第10批，这拢是讲心情的物件。哦，这无理性、无理心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你理性要讲这物件，伊是愈讲愈过去。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放有旨。感谢务前人慈悲前导义工，坤道义工，地方向无极老母行3级公里前导义工，在鞠躬3鞠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灯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义躬，在鞠躬3鞠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灯师慈悲鞠躬。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级公里前到义鞠躬，再鞠躬3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送驾护前人鞠躬，送驾点灯师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再鞠躬3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送驾护前人鞠躬。送驾点灯师鞠躬。晚安，感恩。